是想过河拆桥吧？小白啊，念你举报有功，擢升为议长。哦，恭喜白议长！感谢大人信任。大人，现在咱们有钱了，能不能把前几个月欠大家的俸禄给补齐啊？对，这可不行啊！前段时间你们驿站丢失了那么多的贡品，亏欠了国库几百万两银子，这批赃款如果不上交国库，很难交代呀。这个狗官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想私吞。大人，你也看到，现在大家都揭不开锅了。对呀，吃不饱饭了。先别着急嘛，你们的情况我会如实上报，大家再多忍耐几天。原来是个大坑，让我上任就是让我背锅，背下这巨额债务。大人，要我认下之前驿站的债务也行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以后驿站自负盈亏。还自负盈亏，现在亏的俸禄都没了，会做生意，亏了几百万，对呀，不行啊，白哥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大人，一言为定。你说让谁去死？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怎么放轻松？对啊山人自有妙计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家人们、铁铁们，大家下午好！欢迎来到我们的拍卖会现场，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件藏品——洗衣机。